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1，诗篇92篇7节到8节安尼讲：歹人亲像草木生，做歹的人虽然兴旺，一定拢会灭无。总是上主你至尊，永远掌权。三甲来祈祷，至尊搁永远掌权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、公义、智慧的全能上帝，主啊！你是至善、慈爱、怜悯的永在天父，主啊！你创造宇宙万物。你将你世间万物，主啊，你也是安尼掌管阮的生命，互阮有份伫你的创造，通甲你三甲管理世界，主啊，你的所做奇妙伟大，主啊！因为你的慈爱永远直直，主啊！歹人图谋奸恶，怀孕毒害，生出富家。主啊，虽然歹人亲像草木生，做歹的人虽然兴旺，正是因灭无到永远。主啊！总是上主你至尊，永远掌权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